台南的酸亚今年大丰收牛股超过9万吨，比去年增加2万吨。不过面对疫情的影响，包括国际酸亚节、现场展售会等大型的促销拢无法度进行，所以市长吴伟霆伫市政会议强调，好物件无理由无推销，所以会长农业局嘛调整策略来稳定产销。其中伫国内部分，主要就是以线顶直播来媒合企业等相关的采购。实体活动没有办法办理，所以我们请各在地的那个产区公所能够办理一些线上的直播或者是一些拍卖。那对于它的那个在地的一个产业，还有一些特色，做一些比较深度的一个宣传。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个电视的一个广告以及网络的宣传，希望透过这个电视或是网络，能够让我们的一些相关的订购的资讯，能够让我们的那个消费者能够知道。再来就是媒合我们相关企业或机关，那再来我们也会宣传那个网络的一个订购宅配的服务。那在那个东森购物还有邮政商城等相关的媒体、相关的那个电视购物的一个平台哈，那让我们的消费者能够在家或者是一通电话就能够来订购到我们的台南的芒果。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那个中央能够去函请我们的国军的副使或者是监所的团膳能够加强，而且也是比较来采购我们台南的芒果。以上这是我们那个内销的一个行销策略。另外，伫外销的部分嘛，将提升非中国市场的销量，甚至邀请国外名企来代言，目前正在联系当中。依照今年的一个外销的数量，韩国跟日本是相对都增加的，所以也相对也是造成我们那个蒸热厂它的那个蒸热的那个数量都满档哈。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也希望透过外国的业者的一个视讯媒合，这个部分在4月27号，我们的那个外贸协会它其实已经有办理一场那个热带水果的采洽，那我们也有跟他们建议，是不是后续也再来增加办几场，让我们的业者能够跟外国的那个采购商能够多多的一个接触。那再来就是透过我们外国的一个代表人物或者是一些明星，借由我们一些社群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的那个芒果能够借由这些名人来代言，能增加它的曝光。那再来就是加强我们那个台湾下单日本取货的一个芒果的订购服务，这是在外销的部分。至于18300多吨部分，市府嘛将协助收购计划来进行多元的加工，同时补助运费加加工处理费用。但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